伫要60年历史的北部大坪国小的育婴楼，由在地居民、老师、学生，还有在地师傅呢，大家合作家起起来。所以因为这安全的问题，学校拍算要家拆掉电起。经过众人的协调，在2012年的时阵，订立做新德馆的历史建筑。最近有居民和老师用4年外的时间，替这育婴楼出版一本册，叫做《来自土地建筑》。步做查考处顶，会当看出这经过真侪风霜岁月，有60档历史的新德馆北部乡大坪国小育婴楼，2022年登录做新德馆历史建筑，有地方文化工作者甲老师经过2年外的整理，共同出版来自土地建筑新册，希望把这档历史建筑记录下来。当初建校的时候，在盖运楼的时候，是全校的师生到河边去捡石头上来当地基。然后在地的匠师来这边盖这个育婴楼，我觉得都是在地，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。除了这个建筑史之外，还有地方史，对，还有学校的建校历史都写在这本书里面。育婴楼起好挖一架子，当年是由全学校师生以人力方式就地取材，对大坪溪搬石头来拍楼面的基础，全木造的厝顶见证当地抗疫兴衰。透过社区甲文书工作者的调查，会当看到历史、建筑美学以及师傅工艺结合。育婴楼是在地人用在地素材，结合了在地的故事建立起来的，所以它对孩子来说，它是有教育意义的。对学校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安全，第二个是教育，第三个就是希望它修旧如旧，把在地的故事、在地的人文，透过育婴楼永远的传承下去。经住社区共同的基地，修复补强建物，活化再利用，和这座承载抗疫历史甲北上西精神的建筑，成做校园的一部分，也连接北部的过去甲未来，成为一个当地重要的文化地标。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。